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进行等一下的敬拜。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齐聚，是何等的恩典！请弟兄姐妹起立，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敬拜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门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
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谢谢天父，我们把一切歌颂赞美都献给他。
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体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深信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你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今天要持续为花莲受灾的人民及重建祷告，恳求你赐下平安、医治在光复乡及周边的地区每一个受灾的家庭中，使他们面对如此大的困境，依然能依靠你得着平安、安慰与力量。恳求你以慈爱与恩典来兼顾及恢复每位居民都重新得力。恳求你带领他们走在仍有盼望的路上。恳求你的大能充满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我们也恳求你保守所有充满爱心前往受灾地区帮忙奉献的人民，请你看顾保守他们平安出门，平安回家。我们知道我们出入都必受你的保护，你必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天父您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25节到33节。我来读，弟兄姐妹一起来听。马太福音14章25节。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下面是正道，今天有请黄传道来为我们做正道。今天所要正道的主题是
更深经历主。我将时间交给黄传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我们司会敬拜的同工有祷告说，花莲光复乡的地震哈，因为这个水灾这样的灾害，因为传道是花莲人，所以说其实花莲常常要经历一些台风、地震，对不对？台风大概对花莲来讲已经是无感的啦。台风通常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当然，这次堰塞湖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其实很早就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灾害还是发生了。人真的是很软弱了哈。有时候明明知道，还是阻挡不了。其实花莲的教会常常为花莲这个地区来祷告不只是台风、地震的关系，花莲地震也很多不只是台风、地震的关系，其实。有时候是更深的是，为执政者祷告了大家都知道说花莲有一个什么王的夫妻，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念罪会留在土地上，若没有人认罪的时候，其实那个罪不会离开的其实花莲众教会常常为花莲这块土地，也为台湾来。认罪祷告，历代志下7章14节说：“你们若这个祷告祈求呼求的名，转离你们的恶行我就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罪，医治你们的地所以必须要常常认同性的悔改。其实我想说，他们做的关我什么事？其实不是这样一个认同性的悔改帮他悔改，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耶稣讲的。所以其实讲到花莲，其实有很深的感情当然这个不能一直在讲下去刚才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其实我是蒙甲教会的传道啦，黄景白。蒙甲教会我们也有华语堂我们有2场8点、10点的台语堂，11点半的华语堂但是我们的华语堂的人数也不是那么多。其实我跟我传道娘。一路在我花莲的母会，以及我传道娘是埔里爱兰教会的母会。其实我们在华语堂的敬拜，其实都有很深的琢磨，也这个方面也有很多学习跟更新这样。其实我们对这个部分是有负担的。我也知道说，在不只是蒙甲教会，或者是很多长老教会，有华语堂，其实我觉得很棒即使。很多外教派可能华语的敬拜各方面都很复兴，但是我相信有这样的一批人愿意，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持守，在这样的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他愿意持守在长老教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我们的教会看到的，或者是母会看到的年轻的愿意持守在长老教会的敬拜各方面的，我都当作他们是宝这是不容易的。要复兴之前，都需要这样的过程，不是吗？都需要一个黑暗期，或者说一个还没有突破之前，有人愿意持守，那持守着，那一边祷告，那等着神来带领。我相信有人持守，有人愿意为这样来为圣，那神就会继续做了这是我里面一直很深的对。长老教会的华语堂或者是敬拜等等这方面，其实有很深的这样的感触或感动了那也愿意在这个方面继续的来带领这样好，今天是总会跟中会所办理的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感谢我们泸州长老教会的接纳让我中会派我是蒙甲教会的黄传道来这边来请安报告。相信未来也会，我们的泸州教会的兄姐也会继续来接纳这样的事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更深来经历主，不只是知道相信，要经历，因为这位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吗？教育主日，
表达的是信徒，不是年轻的而已，包含年长的一样，要不断的被教育，就是装备哈。在神学院我们都要读这本书，派瑞康写的《教导所信，形塑信者》啊，他有一个基督教教育很清楚的定义哈。他讲到说，基督教教育是神的话语听到、信道、行道的过程，是为了能带出生命的转化，并且在这基础上建立与基督连结的团契。团契很重要嘛哈，就是彼此的关系、彼此的相爱这样的连结，实践基督的爱来荣耀上帝，不是荣耀自己，是荣耀上帝。为达这样的目的所做一些神话语的教导、教育与装备。所以，其实教育还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基础、出发点嘛哈，是不是这样？神的话语真的很重要，年轻的、年长的都要不断的受到神的话语的教育，不能停止哈。有3个图道、焉道、右道3兄弟，图道是老大，他的同学就说：“你爸爸是基督徒吧？你爸爸很有学问，看你的名字就看你们3个兄弟的名字就知道了。图求上帝的道，好棒啊！这个焉道啊，中文的焉通常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独彰显神的道，神的话语，护佑神的道。哇，好有学问！你爸爸真的是有学问啊！”他就回应他同学说：“我爸爸是一个南部的乡下人哦，种田的啦啊。我有听过他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家那时候我爸正在种花生偷刀啦啊，所以他给我取图道偷刀，希望能大丰收这样。我弟弟这个长出来的时候眼睛小小的，很胖。我爸爸希望他以后能帅一点，看 M 导呀。”焉道，所以把他取名字是焉道，希望他以后可以帅一点。这个第3胎大家都说一定是女的，2个男的了，一定是女的。我爸坚持说是男的，生出来真的是男的。大家问我爸爸为什么知道，我说我诱到的啦我诱到，我诱到猜到的啊。这个开玩笑，上帝成就的通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是吗？再怎么说上帝的话语都是很重要，道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这段经节，大家很熟，讲到的经文的主角是谁？彼得，对不对？彼得在福音书、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观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哈？大家觉得他怎么样？鲁莽冲动、有勇无谋，什么都冲第一做第一，好像不思考的一个人。有负面的个性，一定有正面的，一体两面嘛。勇于尝试，主动积极，对不对？他很愿意尝试啊，很愿意去主动试看看啊，即使碰壁，他也愿意去试啊。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耶稣行一个5饼2鱼的神迹之后，耶稣总是在行一个神迹之后，就上山去退休会，去跟神灵修充电啊，是不是？他催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海。要到另外一个城市，不巧发生了大风浪，所以门徒走得不顺啊。接下来经文讲到什么？耶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到门徒那里，是今天就是半夜3点到6点，26节，门徒看见就惊慌，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好，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耶稣说：“是我，不要害怕。”弟兄姐妹，这个是我红色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读作 ego eimi， 意思是我是啊，是我跟我是一样吗？应该不太一样啊。他的意思是我是上帝，不要害怕。为什么耶稣敢讲说我是上帝？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是上帝 ego eimi， 我是上帝，遇到风浪不算什么，不要害怕。出埃及记3章14节，当摩西第一次遇到上帝的时候，他问上帝是谁？上帝怎么自我介绍？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对不对？”和合本，英文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就没有比我更早的，也没有比我更大的，也没有比我更有能力的。我要拿什么形容我？我就是我啊！我就是那个最起初的那一位啊！希伯来文 ，Esher，旧约是希伯来文是原文，对不对？
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就是上帝，我就是最早的那一位啊！还有什么可以形容我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在第2世纪的时候，有亚历山卓的学派的70位学者，把旧约翻译成新约一样的希腊文，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懂。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上帝，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一样就是 ego eimi， 你所看到的上面那个 ego eimi。所以代表说，耶稣讲的这句话是我是 ego eimi， 我是上帝，跟上帝讲的这句话是一样的啊。耶稣有没有说，在约翰福音有没有讲7个我是？有没有？我是这个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是不是？其实耶稣讲的就是我是你一切的需要啊。风浪算什么？12个门徒遇到风浪，耶稣要表达就是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风浪也是我所允许的啊，不要害怕，耶稣是永活的神。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啊。他知道我们会生活当中会遇到困难，我们常常遇到困难啊，没有允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允许我们跟我们同在。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是你随时的帮助，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依靠，我是你的山寨，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避难所，不要害怕 ego eimi， 我就是上帝啊，不是这样吗？在接下来经文其实要进入一个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彼得他居然可以走在水面上。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我换个说法哈，彼得他到底是如何经历耶稣的？经历耶稣，我刚才一直强调说，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他到底是如何经历耶稣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习的地方，可以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他印着耶稣，他愿意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当27节耶稣说我是我是上帝的时候，我是上帝的时候，彼得他怎么回答？我说第一个，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应的，对不对？他回答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有人会像他这样吗？是你会这样吗？弟兄姐妹，他愿意做不一样的尝试，愿意突破，是不是？我们这个经文可以看到，他在确认耶稣的身份跟大能。主啊，如果是你，因为黑的看不清楚，如果是你，耶稣在行一个大能啊，走在水面上当然是一个神迹啊，并且不只是这样，他在确认耶稣大能的延展性，那个神迹可不可以延展到我彼得的身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说你耶稣走在水面上，可不可以让我也走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是不是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个耶稣怎么回应他说？你来吧。哇，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真的走在水面上，前无来者，后无古人。只有彼得因着耶稣真的走在水面上，彼得因着耶稣，他愿意突破那个船上的舒适圈，真的也突破了，不是吗？愿意突破，而且也突破了。船上还有11个在那边待得好好的人呢，是不是？只有彼得愿意突破去尝试，因着耶稣，他真的也突破了啊！弟兄姐妹，我刚才讲说，那个经文是讲到耶稣的大能，还有大能的延展性，对不对？但是我说实际上，你再想一下，我说这是相信耶稣之后展现出来的实际的突破的行动。为什么这样讲？就算彼得相信耶稣，就算你我坐在这里都相信耶稣，真的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行动吗？有时候是相信跟真的愿意做是有点距离，对不对？但是彼得，你想假如你是彼得，你在海面上，你看到耶稣，耶稣啊，我相信你。但是真的说，耶稣也说你来，你可以走在海面上，走到我这里来，你愿意把脚离开船身，真的走下去，你敢做这个动作吗？耶稣说 OK， 你来，没问题。
风浪那么大，彼得做到，他真的把脚踏出船身，而且真的走在水面上，他愿意突破，而且也真的靠着耶稣来突破了。不要忘记我刚才讲的，船上还有11个人是不动的。看我这个样子也知道有点年纪的传道，我不是那个20几岁、30岁的传道。其实我之前在警界服务很久，在花莲服务了花莲县警察局服务了26，总共加起来26年然后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院其实当49岁呼召我的时候，提早退休啦。提早退休的话，其实就要损失一些退休金了但是上帝感动我，我想我在有限的时间应该感动到一个程度，其实我知道这是来自于神所以我就这样决定了。要不然其实公务员一般来讲都会等到月退俸，对不对我并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啦，月退俸就可以领到这叫月退俸但是假如我那个我到55岁还有6年的时间才能领月退俸那我的感动是，假如等到那个时候再退休，再读神学院，搞不好也可以啦。但是我的感动是，可能到那时候就冷掉了啦。这样，这是我那时候的感动所以我就想说，在我有限的时刻，把握住这样的感动因着耶稣我来突破舒适区。我要那时候要提早退休的时候，我们局长是跑来问我2、3次，说你要不要再理性的想想看我再跟他讲10次，他可能也不会懂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决定的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我愿意跟传道娘来做更有意义，为耶稣做更有意义的。生命很短生命真的很短，愿意为耶稣来突破，来试看看或许是更有意义的事第二点，靠着耶稣要看破，什么意思靠着耶稣看破什么？当彼得走在水面上，30节这里，但是见到风很强就害怕，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彼得明明注视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是把风浪踏在水面下的，对不对？他踩着风浪，踩着困难去要走往耶稣的方向走。但是当他见风浪、看环境的时候，看到环境很复杂、很恐怖，他就跌下去了。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弟兄姐妹？遇到困难，10之8九，对不对？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你有没有注目在耶稣？耶稣，我的困难不大，你更大，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的困难算什么？你有没有祷告寻求神？神啊，求你让我刚强壮胆，因着你住在我里面的比外面都大，是不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三一神那个神住在你里面有没有很奥妙怕什么？当然还会害怕，但是神让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比较不害怕，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常常我们会软弱，看到这个困难，理性分析那个困难就是这样，所以这样有够倒霉我一定没办法突破。哇，你心情就越来越糟，就被风浪卷进去，跟彼得一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彼得他当被卷到风浪去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有没有喊叫主救我？第一时间有马上喊叫。彼得从事什么行业捕鱼的捕鱼的人会不会游泳？应该蛮厉害的吧？他们靠着自己很厉害的才能。正常来说很会游泳的人，第一个时间应该是很轻松的就自己游上船，对不对？他在加利利海捕鱼那么久，搞不好没事还嫌热，还跳下去游个泳，再继续捕鱼没有呢，他没有靠自己有限的才能，他看破自己有限的才能，即使认为自己这个游泳一定很行，他定义呼求耶稣，对不对？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信念，当你遇到问题，你有没有第一个时间祷告神，交托给神？不管这个问题的大或小，不要只是大的才交给神即使很小的问题，你自己觉得很厉害去处理，后面可能越来越麻烦，你也不一定你看不到，对不对？
但是当你交给神的时候，先祷告，神可能会用你的恩赐，没问题啊。神也可能用别人的恩赐来帮忙你，调度环境都有可能。神看到的一定比你多啊，是不是？神的道路、神的旨意都高过我们。你有没有你是一个信徒，你有没有一个习惯？主啊，我所遇到的交给你，你掌权。我相信你会带领，即使是很困难，你带领，神就会开始调度啊，这样。但是我们常做的是靠自己，习惯了，这算什么啊？我可以处理。结果啊，搞得最后都回头来求神来帮忙，搞得一塌糊涂。常常这样了，有时候是解决了，但是有时候就搞得一塌糊涂之后，就亚瑟来切卡称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要学习彼得，先交给神，求神掌权。我们要有这样的操练的习惯。当彼得真的跌到水里的时候，耶稣我们马上拉他，有了哈，马上第一时间就拉他，后面才说你这小信人为什么疑惑？彼得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哈，教训他。彼得，你这个平常最臭屁的，自认为是门徒的班长，臭屁什么？这个时候你落难了哈，来，我跟你讲一篇道，再来救你了。我来跟天父上帝祷告一下，看耶稣凡事寻求天父的旨意嘛，对不对？看天父的意思要不要救你，最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救你。祷告完再说，看有什么感动。那彼得可能就咕噜咕噜喝很多水。你看，耶稣第一时间是把他拉起来，后面才教训他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次序？耶稣神总是先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困难，后面才跟我们讲道，才教训我们，后面才圣灵感动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很鲁莽、很冲动？我们是不是都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我们为什么不寻求神？后面才教训我们，是不是？神总是这样。我在花莲当警察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在当刑事组组长哈。这个当刑事组组长，通常很多事情要破案有案子一定要破，要不然就会有压力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我的？通常做刑警的人民都真夸大概也在花莲地区，尤其是小地方，我不认识的人大概也很少不认识我的人大概也很少所以尤其是案子要破的时候，当然想办法透过人际关系，透过科技执法什么什么的监听什么什么，一定都想办法去破案就对了。那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做不到的，直到有一天，在我40岁的时候，我在帮检察官办案。我们1年要帮检察官办案发交查，那叫发交查，发交案子10几件20件正常检察官他坐在办公室，那哪会办案当然要刑警帮他办案对不对？办完交给他，他去写起诉书这样那个检察官真傲呢，台语听有无？真傲很差劲很爱求绩效脾气不好，你只要办不好他会修理你。那一次他就不满意，而且他怀疑我乱搞我现在今天不是来讲这个案子的为自己申冤什么，不是我讲结果办到最后，我帮他办这个案子，最后他把我办进去，把我起诉了，这样就用一些罗织罪名。检察官真的要搞一个公务员你动一没掉，你知道不？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不了了。起诉书他要写，他要怎么写？那真的是他可以编故事他可以这样写把你起诉之后再说嘛，你就进入所谓的司法绞肉机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当一个人进入司法的时候，会很痛苦真的非常痛苦。你要申冤等到你3审法官结束，可是几年了？这过程你已经支离破碎了，迟来的公义不会是正义了是不是？我就经历了4年半这样的过程，最后还我清白，但是已经是痛不欲生
这个过程若不是靠着神的带领，怎么办法度过？并且也是靠着神让我平反深渊呐、不要讲最后的平反深渊，那个过程你就过不了了。刚有盖稿，用书说你刚有盖稿，你要遇到一件你超过你的能力范围的，你的头啊，你知道吗？那段时间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自己很有限的，真的就是看这样讲，彼得他愿意靠着耶稣怎样放下自己有限的才能，看破自己有限的才能。我在那个地方时间真的深深的体会到，虽然这个官司跟我后来献身没有100%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关系啊。也是那段时间神的恩典，才让我度过，让我那个寻求神的时候，我知道凡事真的是靠着神，让我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到，感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愿意在我后面有限的时间，来为神来做一些事啊。这是我当时的体会。扣的自己今天没盖稿啊，虽然我们有恩赐有才能 ，OK， 但是你有没有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让你用。好，那才是正确的态度，不是吗？扣的牙说安怎？爱看破，要看破自己有限的才能。第三个，同着耶稣再突破，又是什么意思？这个经文14章32节是最短的经节，但是蕴藏着最丰富的内容。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个时候，彼得跌在水面上的时候，耶稣把他拉上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因着耶稣的同在，彼得已经完全踏在水面上，把之前风浪的困难完全踏在水面上，不会跌下去了。因着耶稣的同在，安安稳稳的走回船上了，是不是？走回船上，因着耶稣的同在，他已经突破再突破了。之前已经愿意突破嘛，也走在水面上突破一次，但是跌下去了。第二次，因着耶稣的同在，他再突破了，是不是这样？我说我49岁献身读神学院那个把机会回看书会跳呢，你知道吗？很辛苦。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相信神呼召我，我觉得神就与我同在啊。所以当3年神学院下来要读蛮多书的，有年纪的时候读书是很辛苦的。我毕业的时候成绩也不赖啊，我也没有读书那些年轻的同学啊，然后毕业分发的时候又被抽到台北中会，要抽签嘛，大家知道嘛游戏规则就是要抽签，抽到台北中会。我在花莲住那么久，我跟传道娘在乡下地方住那么久，抽到台北我谈到会拱起，你知道吗？虽然我以前景南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台北服务6年，然后才请调回花莲，但是那是太久以前的事，20几岁、29岁就回花莲了，抽到台北，我光想到我就头就晕了，而且那时候跟传道娘，我们一直祷告说希望可以去中南部，因为花莲东部中会那时候没有缺那一年没有缺，去中南部就一直祷告说去中南部乡下地方。我只有18年可以奉献嘛，52岁到70岁这样算的话，在一个教会，其实一个教会18年，真理要建造，根基要建造，不见得建造的可以多深厚，18年，不长啦，只是希望说尽我们的能力这样，我是这样想啊，但是那时候那一年，中南部的缺很多嘞，就一抽还是台北中会然后。又被派到蒙甲教会去，其实我去的这段时间，蒙甲教会都没有主任牧师到现在还在聘牧啦，所以这个过程中，从读神学院到蒙甲教会这段期间，我一个都比个团队呢，我哪有啥经验？蒙甲教会并不是小教会感谢神的恩典就是他的同在，让我所面临的困难当中，挑战当中，当我愿意突破的时候，愿意为了他突破的时候，他也应允同在，让我也突破
在突破。我说不，我意思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的意思是说，也可以因着他的同在，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稳稳的走过来啦，是不是这样？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彼得他因着耶稣愿意突破舒适圈，跨出船身走在水面上，虽然走几步就跌入风浪，是这样吧？但是彼得的一个沉下去，耶稣的一个拉上来，好像受洗，你知道吗？彼得向来依靠的老旧生命沉下死气，耶稣拉上来是他彼得更新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并且持续透过圣灵的大能与同在，得着超然的能力，一生服侍主。后来在使徒行传彼得第2章，很多门徒啦，不止彼得，有没有被圣灵浇灌之后，圣灵充满，开始说方言？你看到第3章，彼得一起来讲道的时候，多少人信主？3000，后来又5000的人决志，对不对？彼得，你看到11章之前，彼得3次被人家抓去关，他有在怕的吗？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的时候，耶稣因为要医治他3次的唾弃耶稣，对不对？不承认，耶稣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后面那段更精彩。耶稣说什么？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自己自由往来，你年老的时候要被人家绑住手，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是什么？经文有讲意思是说你要怎么样荣耀我，死来荣耀我，跟随我吧。在那个时候复活的耶稣显现的时候，彼得有2个选择，第一个继续捕鱼，他那时候在捕鱼，对不对？耶稣被绑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那段时间，他们又回去捕鱼嘛。耶稣讲了这段话之后，你来跟随我吧，但是要被人家绑着去，可能是殉道吧，是不是？彼得选择哪一条？彼得选择哪一条？彼得选择的是后面那一条路。最后还相传，在罗马的时候，被罗马的政府官员抓起来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正钉十字架，我倒钉十字架，因为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是这样来荣耀神的名。”这是彼得后来他没有这样圣灵的能力，神的同在，他有办法这样服侍神吗？就是我们不用殉道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圣灵更大的同？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嘛，寻求圣灵更大的同在，学习彼得这样的，还有很多门徒这样的经历神超然的能力，带着这样超然的能力来服侍主是不是？特别是我们华语堂的同工，是不是需要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更新，这样来服侍主？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困难的环境，这段经文不是彼得今天经历主的过程吗？不是他后来一生服侍主的这样的写照吗？也不是，更是你我要学习如何经历主这样的，我们该学习的地方，是不是？最后一节讲到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11个人我要再说一次。那前面看到鬼怪叫得很大声，鬼啊鬼啊！那个时候看到耶稣也看不清楚，黑黑的，哇，丢青惊叫上大声，对吧？真的看到彼得一个人经历耶稣的大能，走在水面上之后，他们就在旁边当观众。然后耶稣与彼得同在，走在水面上带他回来到船上的时候，又跪拜在那边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歌颂颂德的也最大声的就是这群人。上高惊搁上高比较拜的就是这群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像是旁边眼睁睁看着别人常常经历神，过着有朝气、喜乐、活力、感染力的生活，但是自己却不曾比较没有经历神，过着这样行礼如仪的基督徒，仪式化的基督徒。我主日都有来礼拜哦，我主日都有来礼拜哦，那就盖好啊哦，对吧？是这样吧？各位知道我的意思了。
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有经历他吗？既然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有经历在你的生命中经历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吗？有在你的生命展现出那种馨香之气、有感染力的生命吗？你所到之处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好像带来了神的祝福一样吗？还是你到的地方大概都开始惊？你有没有带着耶稣的那样的更新、那样的复活的生命？神住在你里面呢，不是这样吗？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透过彼得这样的这段经文大家很熟哦。我们是学习到彼得愿意来突破，穿上舒适圈。就每个人都有每个舒适圈，对不对？你愿意因为神来突破看看吗？当你突破的时候，神不会背书吗？因着耶稣来突破的时候，他不会背书吗？他一定跟你同在的，并且在那个过程中，你有没有看破自己其实很有限？你看破自己越有限的时候，神的大能进来的时候，神的大能同在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更多，不是吗？谦卑自己，让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来发挥出来，并且神的同在，让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因着可以前面的突破，就算后面遇到困难，你仍然可以突破，再突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主，我们愿意学习彼得的突破，看破再突破。主啊，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经历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为那位复活的神，是胜过死亡跟阴间的神。谢谢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经历你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更精彩。我们是充满基督馨香的之气的生命，我们到哪里都要带给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请起立，更深经历你，我们唱一次。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圣山里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里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那我们再唱一次副歌。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经历你，一生爱你，
们请诗琴继续来弹副歌。弟兄姐妹，另外这段时间，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我要邀请大家来跟神祷告，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来尝试，将我的心打开，愿意你来突破，因着你来突破，别看自己为谦卑，自己的才能有限，相信你的同在会带领我们继续突破。接着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出声来跟神，来跟他祷告，神，你的祷告神都会听到。我们开声来祷告，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的时候是带出能力的，我们是带出能力的，是带出行动的。主啊，当我们愿意突破的时候，你就同在。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限，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大能复辟在我们的软弱之上。主啊，你要带领我们突破又突破，因着你的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比神都大，就比任何人都大，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大。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的爱你，更深更深的经历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坐下以前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经历主啊！再来坐下，我们要经历主，哈利路亚！我们要经历主。来，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准备。请起立。接下来我来介绍跟消息的报告。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场吗？没有，好，那我来做简单的报告。小会公告，9月21号召开临时会员合会，办理聘牧选举事宜。会中通过聘请蔡东勋牧师为本会的牧师。本会消息，今天是台北中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
我们欢迎蒙甲教会黄景白传道来到我们本会，以及黄传道良以及传道良，我们掌声欢迎。第二，本会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周报上面有得奖的小朋友，请在座的校长或是老师，请特别通知他们，将于10月29号主日礼拜颁奖，请学生出席。第三，下礼拜10月26号是儿童主日学主日，也是联合礼拜，邀请大家共同参与。第四，健康咨询在10月23号65岁以上，在礼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在教会1楼有做健康咨询，如果你有愿意参与的，请携带健保卡，详细内容在周报里面有写。第五项，11月1号上午9点到12点是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进阶长职训练，邀请所有的长职一同参与。报名截止日是10月26号截止。第六，礼拜后在1楼联谊厅有沙发区为新人的接待区，如果有新人，请这个同工邀请他们在那边。第七，每周三晚上8点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背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会计报告请各位自行观看。团契消息，目前在楼下1楼是同心团契的例会。如果待会有空，有同心团契的同工或者是会契友，也可以一同去参与。肢体相通的部分，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看。回应诗脚步，最后再请黄传道为我们来做主导，请起立。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你有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踏出勇敢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信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风雨，你手中同样变成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